接下来看咱的专题，推动亚南北有176公里安长哦，喺台湾清长、人口清少、人口没土也清大嘅样，比初到一本喺大各草地嘅民众也享受到图书馆嘅服务，有为图书馆为主动屯书送到各钟头，甚至还有寄书点哦，安尼民众圈圈呢都有书好看呢。一行业陆家乡立图书馆，民众就像行业的书店。一年最新的书就放在面头前。我们图书馆好像有成品的味道，那我们就是出去看到别人的图书馆怎么去布置图书馆，然后让读者一进来就喜欢图书馆。为了向民众为了较偏僻所在的图书馆，除了要营造好的图书的空间以外，还要主动到社区度一群图书的人。对吧？喺图书馆都会点等。读者入对图书馆，了海图书馆都会深入社区。不是我们没有书，而是就是地方这么大，你要他来阅读是一件不容易的事。面积又狹又长的台东，图书馆单单设立伫人口较集中的钟头，其他带啲较偏僻的所在的居民，为了借一本书，有都可能还要时差1点钟以上。因为安样，东河乡立图书馆就拜托中都的卖早餐的小食店、民宿业条变做寄书店，图书馆固定送书插至购入，民众就来抽签来看。因为我们这边比较不方便吧，它这样子是帮助一些小朋友想看书的。比如说早餐店，它有书可以看，虽然说它停留的时间很短，不过偶尔翻一翻。以4月病人结束，小朋友就当天的上个月一起想要看的书。家里是有，可是没有这么多。交通也唔方便，像也要买书，那唔係一東河鄉公所有一圖書冊咧，細人來看書，全部去到台東買書借書。3年前，東河鄉公所老員建社團募資的60萬元，買一台行通圖書冊，大禮拜固定4到東河鄉最偏僻、人數也最少的小學。圖書送到有需要人的書店學。細年呢，看到更多新的書，米拜來的是細年如果中個奇妙啊。城市的小朋友，他们所看到的，他们所接触到的，都是一样的机会。陸家鄉的圖書館就認為，較偏鄉的圖書館做唔得像喺上等樣辦圖書變多，還靠想辦法圖書分享出去。書籍的資源，或者說民間企業捐贈的書籍呢，可以在圖書館、學校、社區都可以利用到。因為冇辦法隨時就拿到，令國小的學生嘅特別把握行通圖書冊停啲教研的時間，用一套圖書資源最有效的利用，也係較偏向圖書館最重要的課題。下個新聞陳居明台東報道。